化高菜市场重建工程目前已经完成的提设施，即马嘛进入验收的阶段。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嘛希望会使赶伫今年6月完成营运。那预计也是要赶在6月之前把硬体工程完成，之后便于摊商的进驻。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为着要美化高菜市场外口的环境，总经理嘛带25位员工做伙来种 A 仙丹，这摆是种2000丛。 总共会分做3批，要种3000丛。那第一期的时候，我们利用公休日呢，先种了1000棵。那陆续2个公休日会补足到3000棵。那希望说半年之后，它稍微长大之后呢，或是到过几年之后，它能形成一个自然的围篱。 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嘛，希望伫现任总经理的带领，大家会使做伙来完成市场清扫的任务。嘛，期待3000丛的A仙丹伫6个月了后，会使来美化环境。